成功3月台南新天地周年庆将伫咧7日登场，同款嘛是推出各项满额回馈，有查某囡仔上爱化妆品单笔满2000送2000点，专柜满5000送5000点，以及前7日单笔满10000送10000等优惠好康。推出了年度热销爆品 SKM Only 西门独家现场夯品牌备战，在国际精品啦、旗舰家电啦、智慧3C 啦，大家都勇于投资中高价，那怎么买最划算？周年庆的活动跟商品，西门店的部分，也是准备的相当充裕。那在活动的部分，除了往年有的所谓的满千送点的一个活动之外，那基本上在赌场的部分也都有去强化的一个加码。那整体来看的话，今年的一个周年庆的回馈是相对优于所以期待消费者能够西门店弘扬盛举，让12年的周年庆。成功3月台南新天地，这次也找来日本经典电玩 IP 超级马里奥，强强联手推出30款经典角色赠品，有帆布袋、水杯、毛毯、手机包等古早物件，相信一定会在台湾再次引爆收藏的热潮。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